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专访，除了正式表态将角逐2020总统连任，并指出中国大陆所构成的军事威胁每天都在增长，希望其他国家一起对抗。蔡英文今24日再度表示，他接受外媒专访就是要让台湾的声音让国际听到，台湾人绝不接受一国两制，并且要大声讲出来。蔡英文今日到彰化参加民进党籍立委补选参选人黄正彦后援会成立大会，蔡致辞指出，去年败选民进党让支持者失望，事后检讨很多，行政团队也重新有了改变。现在他要求新行政团队落实做到3件事：第一件一定要听到人民的声音；第二件事施政要让人民有感；第3件官员要接地气，所以他带头做。另外，蔡英文提到，台湾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来自于外面的威胁越来越大。他接受外媒专访，就是要让台湾的声音让国际听到。他在专访中提及，台湾人绝不接受一国两制，这样的声音应该说得更大声，让更多人听到。也希望这样的声音在立法院获得支持，需有更多立委相挺替台湾人发声。黄正彦就是这个人。蔡总统强调，卫民谷虽然没有连任成功，但中央仍然会支持彰化的离岸风力发电。如果黄正彦当选立委，一定会在立法院帮忙推动彰化县成为风光大县。中央也尽力留住外商继续投资。他拜托大家相挺黄正彦，给民进党多一席立委，一分力量，让中央执政更顺利。